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e Junior，好開心嚟到賽馬會 A+ 科技生活節體驗樂齡科技。好多朋友都覺得，我自己仲係健康喎，未需要用到樂齡科技。但係我嚟到真係完全改觀晒，原來科技係可以融入我哋嘅生活。今次 A+ 科技生活節展示未來居家生活，由日常起居到健康管理，甚至照顧者支援都好全面。如果想知道產品適唔適合自己呢，最重要就係親身試用，體驗佢個功能。你行大步少少呢，你感覺有人助住我行咁，有個好開心嘅感覺㗎。樂齡科技都係可以帶返屋企用，幫助日常生活更加方便，同時令長者保持自主，減輕照顧者嘅壓力。透過賽馬會 A+ 樂齡科技服務，大家仲可以選擇租用產品，更容易配合自己或屋企人嘅需要。大家記住，主動了解唔同嘅樂齡科技，親身體驗，為自己嘅智慧健康生活踏上一步啊！